好，也为着要加强性骚扰防治，卫福部伫咧113年修正性骚扰防治法来保障受害者的权益，简化申诉的流程，加重加害者的罚金。实施到即马，这2档处罚的案件计2倍。 伫个工课场顶面，你讲话无站杂，或者是过度的追求，拢有可能会造成性骚扰。性骚扰防治法修正新制实施到达满2年，卫福部统计对113年3月初8新制就路以来，申诉案件是大大增加。对112年申诉案件2000多件，增加到114年度的3000多件。款式性骚扰裁罚的案件嘛，对600多件，增加到1500多件。其中被害人有9成以上是女性。 被害人都愿意来求助了，那我们可以认为说，这个容忍度是下降的。有专门咧处理一条性骚扰的律师提起，伊常常拄到性骚扰有分几6种，比如讲发表对女性同志歧视的言论，讲唔是笑话批评别人的身材，搁来就是追求的过程，然后对方感觉无爽快，嘛会互人认定做性骚扰。这个女生呢，被一个男生苦追3年，然后这个男生每天都帮她带早餐。 然后这女生跟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吃素，请你不要再带早餐给我了。”结果隔天他就收到这个男生的素食早餐。那这种类型同时可能也会成立跟踪骚扰。卫福部指出，目前性骚扰的被害人是以18岁至30岁占上悬，而且常常发生性骚扰的场所是以公共场所占上多。卫福部提起一般性骚扰上悬会互人罚10万块，款式性骚扰上悬罚60万。记者陈亚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